根据交通部公路局的统计，其实最近这5档来未成年无照驾驶的案件，平均一档是有4.3万件左右。民间团体调查发现，讲这个少年人伊无照驾驶的动机，除了是这偏向交通无够方便以外，也阁有一部分是因感觉这个骑车甲赛车是真涉害的代志，所以建议爱参考国外的辅导措施，对这个青少年无照驾驶的动机切入去，才通解决问题。15岁少年赛车出车祸，造成3个人死亡，引起各界关注未成年无驾照、无牌赛车的问题。根据公路总局统计，这5年未成年无照驾驶的数量，逐年拢有4.3万件左右。长期关心移动交通安全的监管基金会认为，除了现行无照驾驶罚款、扣牌以外，建议加重处罚，而且参考日本等外国修法，加入校治辅导措施。有30%的部分哦，就是来自于他们同侪跟心理需求的部分，像是说觉得骑车很帅啊，现在无照驾驶，他必须要返回监理场站去做上课教育的一个部分哦，我们就引进了像是社工或心理师的部分辅导的一个历程呢，家长必须要共同一起来，所以首先要帮助他们对话，先理解就是无照驾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豆豆甲车驶叮当，经过训练，考到驾照才通安全上路。驾训班教练讲，亲像小热是驾训班的大鬼，真侪拄满18岁的学生囡仔会来学赛车。8月开始就有较侪少年新手驾驶上路，拄赛车上接因为紧张就出车祸。方向顶头一个袂记的，第二个袂记看伊的目睭啊，第三个一旦紧张的是油门挡啊刹乱打。乱打的时阵，就会规台车冲出去啊！教训班教练建议，先为熟悉的路段开始驶，豆豆扩大赛车的范围，熟悉路草。也建议爱找副驾驶陪同，安打新手，避免紧张。针对外界质疑无照的驾驶罚无够重，交通部道安司讲会检讨现行法条，即摆也定期提供未成年无照驾驶名单予地方政府，由社会局、教育局介入关怀。记者郭明哲台北报道。